南乡早起发生规模高的地动，县政府发布体力检视，无偌久就解除警报，原来是甲发布的标准舞唔对去。高雄凤山有公庙怪人投资，亲戚朋友30-40人落1亿6000万，结果煞摕袂回来。一个受害者想袂开，落尾行地路。高丽菜种伤济，9月尾高丽菜园比这3档的工期加高拍，农粮署呼吁赶紧调整，避免到时阵高丽菜卖无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有民众指控高雄凤山有一间公庙的怪人去甲投资，这亲戚朋友30-40个人落1亿6000万，结果煞摕袂回来。其中一个受害者想袂开，落尾全行地路。即马家属已经有报案，毋望卖阁有人来受害。他一开始去求母娘是想要问他情感的事情。受害者查某囝哪讲哪好，家属讲，伊妈妈去凤山一间公庙识识2位细孙的公主，自1809年开始，就用母娘的名义爱受害者摕钱出来借姓吴的查某人，落尾煞变做投资房地产。不过受害者逐个月赚的钱付利息了后，阁互公主以添求休的名义爱关互庙里，这部分就几100万。家属讲，落尾姓吴的查某人无照时间汇钱，妈妈只好找亲戚朋友借来贴，最后等洗袂过，就行绝路。妈妈是代书。他本来就觉得这个工作很奇怪了，但他就一直跟他说，母娘会帮你看着，母娘会帮你顾着这些钱，然后他说你要帮你的朋友赚钱，所以妈妈找的几乎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妈妈今天是要害人，她不会找她自己的亲朋好友。律师讲，姓孙的公主利用受害者对宗教的虔诚，爱伊借钱投资。受害者无够钱，就摕6间厝去设定，佮甲亲戚朋友借，前后拢总投入1亿6000万。现场佮有6个受牵连的受害者嘛出面。律师强调，就会对2个公主甲姓吴的查甫人提告，毋望卖阁有人受害。我们一定要全力追究孙丽娟、孙丽文以及吴佳慧的法律责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来找公主问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不清楚。我知道，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那你留电话可以吗？针对家属的指控，咱实际来到公庙要找公主，不过人无伫咧，工作人员也表示不了解，无方便表示意见。家属强调，因为有听讲，也阁有甲妈妈共款遭拒的受害者，人数也无法度确定，伊毋望透过代志的公开，会当卖阁有人受害。记者郭家如副教用高永昌报道。再来看海巡警方分署的彰化查缉队呢，是抓到一桩改称的案件。这是一个54岁姓周的查甫人，伊的行为呢奇怪，而且哪像是随身拢有炸枪。检警伫这个嫌犯睡厝的所在去抄到5支改造的这个枪，也佮有海洛因等等的毒品。即马专案是依法来提起公诉。检警拍开柜仔，详细敲揣，就连拖仔嘛规个摕出来检查。海巡署警方分署彰化查缉队掌握证据，有一位54岁姓周的查甫人会随身炸枪。海巡专案小组会同检察官发动搜索，果然敲出改造的枪支。起火了。来哇！你下面吹的，加水内底吹的哦。对上。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表示，这位嫌犯有毒品加枪炮的前科，而且行踪无固定，真神秘。专案小组监视1个月，掌握相关的犯罪事证。即便伫嫌犯睡厝的所在，计共敲出5支的改造枪支，147粒枪支，枪支的零组件等等，嘛发现有海洛因加安非他命这类毒品。本队侦查期间，发现周显居无定所，行踪诡秘，且经常随身携带枪械活动。对于社会治安威胁甚巨，于检察官指挥下发动搜索，终将周显缉捕到案，现场起获大批枪毒。彰化查缉队表示，嫌犯甲改造的手枪藏伫橱仔、柜仔内底，搁放地鼓、文枪笔做暗坎，最后嘛是互查缉人员全部抄出来。专案也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以违反枪炮管制条例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闽南休困时啊，这台南的观光地点呢，人是吵。不过有议员呢是点名新隆街的外口，虽然讲有公车牌，也毋过煞无公车会停，这有站煞无车，实在是真奇怪的代志。而且呢，年底这台南机场就要开放飞日本的航线，即马交通若准出这款的问题，恐惊会影响到城市的形象。
变啊假日时啊，台南的观光景点人拢真多，尤其伫咧市区佫较窄。其中台南市议员反映，新隆街外面明明就公车站牌，煞是彩好看的，并无任何公车会伫遮停。咱今仔是在提咧台南的真有名的观光景点的这个新隆街咧，后壁确实讲有踩一个这个公车站牌，不过若伫遮等车咧，恐惊等着毋是车，等着的是畜牧。要开半档一档嘛有啊，拢无啊吼，拢无咧开啊。有，但是他等不到车来。对啊，因为之前嘛拢有人来遮等啊，等袂着车就对啊。经过了解，新隆街上近的公车站牌应行爱500公尺，现此时这个站牌顶悬并无任何的公车资讯，下个踩伫咧遮，主要因为遮个留有本家的公车番，台南的乡站观光巴士会伫遮挖站。需要透过公车让这个交通量可以减少，那也鼓励大家一起来搭乘。那这边呢，它的位置绝对是符合法定的一个标准，长度也好，宽度也好，也是足够让公车可以停靠站的。且该处设有公车弯，便于双层巴士停靠，故目前双巴包车民众人多在此站上下车。那另外，针对年底即将开航的冲绳与熊本航线，本局已经针对周边公车服务进行盘点。事实上，对外地游客来讲，要来新隆街这个景点，交通选择真多，有人讲公车有也无，影响无遮大。那个看起来是，比方说有5分钟到站，然后8分钟到站或15分钟，可是它都没有。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站应该是已经撤掉，因为公车其实蛮难等的，我觉得啦。第年底台南机场就有新开的日本线的班机，机场嘛有公车，议员希望新隆街公车会当开放，机场相关的公共交通要好好规划，通服务游客。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中央要来普发现金1万块，即马新竹县的某议员提案，要搁加分予县民一个人3万4，也就是讲，顶有一个人呢是会当领到4万4。也毋过，即马县长呢是赶紧出面来配合，伊讲目前县内也搁有81亿的负债，所以现阶段是无通加分现金的。新竹县议会临时会拜二有议员提案，要发予民众一人3万4千块的现金，听到有这么侪钱通领，有的民众看好，某人烦恼甲地方财政拖倒。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这个3万4，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要再思考一下吧。怎么说？因为要看财政的关系，财政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不是喊个口号就可以了。用还税于民的方式，将经济成果一起给民众分享的这种方式呢，普发现金给全部的县民，17.9亿加上185亿。再除以我们全部县民的人口总数，也就会是3万4千元哦。新竹县长杨文科是批评，这是欠思考的提案，因为目前新竹县的人口一直在成长，各有学校、交通建设等等重大工程要做。伊认为针对这项提案，现阶段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非常荒谬的，也非常离谱，是一个私利不周的一个提案。经过我们府内的财主单位的研究之后，我们新竹县的人口是逐年在增加，我们在5大高中的方案、台一线替代道路都在持续的推动之中，所以相关的这些经费都已经有规划跟用途，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行的一个方案。目前新竹县议会是通过这项议员提案，未来该经过议会审议，到底敢正经会发这条钱，也未有结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前几日啦，在台北捷运呢是发生优先式的纠纷。这个春卡甲富林人站的董事的这个乘客表示讲，已经去到台北捷运的警察队来做笔录，也针对引起社会争议，甲大家回息的。自身的想法就是，我并没有说要把他踹出内伤，我只是希望他能远离我，不要再靠近我，并且告诉他，就是我警告他，我就是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为着自保这出卡港站，台北捷运优先式纠纷的主角25岁查某人出来讲经过，伊强调讲翕的人毋是伊的朋友，也譬有真侪无翕到的所在，伊家己无要教育啥是替谁来发声。挑战就是所谓的老人或者是厌老，我觉得都是没有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网络上比较误会我的地方。
伊完全无想讲要主动来遮分钟，嘛无想要变作关注的焦点。查甫人蔡乐伫 IG 的行动表示讲，已经到捷运警察局去完成笔录，而且为着惊动社会的关注，甲大家来会实的。捷运警察局讲，所有搜证的内容会移交予管区的台东分局，再照社会法来裁处。另外，8月9月初一开始，破坏做改作优先式，9月捷运警察处理的优先式的纠纷拢总3件。初七下晡，毋是尖峰时间，观察邦南线对南港展览馆站到市府站，优先式差不多拢无人坐，人较侪时阵，去坐是以看起来较侪回民众为主。真的很累的话，可能还是会做，对。那如果说真的有比我更需要的人的话，再让给他。我做一般的，我不做优先式。都做一般。对对对，免得麻烦。让不让就是自由行政啊，也没有必要因为没让就被抓出来骂。消基会交通委员李克聪指出讲，对破坏做改作优先式，新增加其他有实际需要的人会当坐，真侪民众可能认为讲有需要就会当去坐，所以颠倒唔知影讲让互有需要的人，这是设置的基本精神。那高龄者如果看到有人做的话，他也很难分辨他是不是有需要的人，就会产生一些争端。李克聪认为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全部为拢当作是优先式，就算无标示，看到比你更较需要坐的人，拢爱有让的概念。伊认为讲这嘛是即马正需要去推广和建立的公共运输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桩交通事故，这是国道1号5股的路段呢，今仔日透早是发生大车祸，一台连结车哪像是无保持这安全距离，结果咧闪头前车辆的时阵，煞互外车道的大客车甲弄到车尾，真侪乘客受伤。到场后，现场28名乘客受伤，经救护车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经初步调查，51岁中性男子驾驶之营办连结车，疑似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紧急刹停，与行驶外侧车道之营大客车发生碰撞，经9测试，双方9测试均为0。这桩交通事故呢是造成国道上北差不多达3公里遐尔长，落尾警方出来指挥交通，才排除这路况。也因为受伤的人数是真侪，所以送去到3间病院来治疗，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也毋过这客运的司机呢，头壳也佮伊的脚拢有着伤，详细的原因即马有待厘清。另外来关心的是，宜兰一台游览车呢，伫咧壮围乡191县道甲美公路一段这路口呢，要驶翻头，结果煞险啊去弄到一个警察骑的乌多摆，有民众甲这画面传去咧网络顶头，讲险啊就出人命。这警方表示讲，这个驶恁转的车道呢，是有设停止的号志，也毋过游览车的这司机是无照指示先停落来，所以会通知驾驶到案。中秋连假期间，宜兰一路径骑机车要执行高承载管制勤务，经过公路边仔车道19系县道的时阵，为回转道出来游览车向向出现，差点就弄到路径骑机车。民众看到了后，将行车记录器画面抛网络，讲差点发生死亡事故。经查，该回转道明确设有停车再开标志，并会设停止线，车辆驾驶人欲回转时，应先停车观察。停让191线道车辆优先直行。警方表示，这回转道设有停车过驶的标志，也为停止线，驶车人应先停车观察，停向191县道车先直行。因为安全时阵才过驶，游览车驾驶涉嫌违反道交条例，应罚900以上1000倍以下，会通知游览车驾驶到案说明。191县道伫公路下边车流量大，规条县道要回转道发乱经过回转道，暗晡附近的人讲，这回转道无号志，常常发生车祸，已经向公部门反映真侪摆，爱增加号志。这个路口我们已经反映跟警察、县警局都反映过了。自己说请他们说弄个红绿灯还是什么。警方表示，回转道保送路口未设车阳灯，当地已经有停车过驶的号志，也是呼吁驾驶人经过回转道的时阵，应该爱按照标志标线来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台北市大湖甲药专公园呢，这2大公有的收水池是雄雄宣布停业。台北市政府强调，已经要求业者着爱来退钱，预计伫11月初会先由体育局甲捧起来做，明年才阁重新来招商。
伫游泳池内面有真侪人伫咧游水，也有人伫咧做 SPA。不过，这个大公园的公有外包游泳池，所因为业者个人的原因，宣布无预警停业，而且包括玉山公园的公有游泳池，两个游泳池自13开始停止营业。昨天就突然就讲了，是挺惊讶的，要不然这边环境还算不错。 蛮可惜的啦。我住附近啊，这边比较近啊。听到说要停，礼拜一就开始要停了。业者伫咧现场已经公告退费的资讯，邀请专人处理退费申请。不过现场的人无接受访问，记者打电话给业者，电话也无人接。台北市政府除了体育局介入处理，劳动局也关心员工的权益，会同法务局、劳动局有进行 履约管理的咨询，确保这两个场馆的劳工及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决定提前终止泳池的契约。后续如果有发生劳资争议，或是有未给付工资等相关情事，劳动局均将主动介入调查处理。因为最近除了全境有家无预警停业，即马又有外包的游泳池业者同款无预警停业。经销商家讲，电钱起一个人事成本愈来愈悬，拢是经营困难的原因。 整个经营上还有人事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啊，它的成本都是增加的。所以当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做支持的时候呢，那其实这样的场馆的营运呢，它是费用会导致业者啊，它的营运成本是跟着提升。体育局强调，业者停止营运了，第11季开始重新开放，由体育局家己营运，明年会个重新招商，找新的经营团队接。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凤山有一间维修店要来修理一台电池碰起来的平板，结果呢还未修理，就导火烧起来。这业者是提醒民众，3C 的产品呢上好是唔通拿充电搁拿使用。若真发现这产品变甲烧烫烫，而且碰起来搁有臭味，安尼就有可能是电池出问题，要赶紧送去修理啊。 等咧修理的巨型 iPad 放伫桌顶，熊熊爆炸导火，场面惊险。这是伫高雄凤山一间3C 维修店，原因是电池碰起来冻伤久，互平板烧起来。虽然毋是店头问题，毋过业者也是甲消费者协商做出补偿。因为有一些是放在机车车厢，相对的温度会高，那有可能你在骑车的时候震一直震，它是不是这样挤一直挤？那它来又刚好又到一个室内温度，可能一直剧烈的变换之下。 它可能就自己烧起来了。维修业者表示，老化高温拢会互电池碰起来，若搁地着，搁较会导火烧起来。提醒民众若发现电池无正常过热，外壳离开或者是有怪味，爱赶紧送修。 手机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闻到有一点类似化学的味道飘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电池已经在损坏的过程。若出现耗损碰起来有安全记录，维修店头要拆的时阵，当时有导火风险，因为你电池导火意外常常听到，部分民众也开始特别注意使用安全。就要睡觉之前就把它拔起来。 对啊，隔天没电再拿回去插就好。不要放在那种太阳底下之类的，太热。除了唔通规暗充电，或者是放伫高温淡湿环境，也有人换那充电，换那使用。3C业者指出这是歹习惯，因为手机啊同时充电佮放电，会增加电池耗损的几率。另外，电池比10%较低才充电，充饱就废掉，用开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呢，去年6月去到宝山乡台积电工厂外口，想要偷剪电缆线去卖钱，结果呢，煞引起电箱爆炸。这个查甫人转吊伤昏迷去，当场互人甲抓起来。即马法院是甲判5个月。另外，这南投日月潭第21线呢，嘛有电火挑这电缆棚偷剪去。即马乡公所是有咧修复，也若警方也当咧追查。 台积电伫新竹宝山的 F20厂区要咧施工当中，去年6月，一个姓武的查甫人到遮，想要偷电线卖，想要到无成功，佮当场引起爆炸被掠。再现新竹地县审理终结，姓武的查甫人被依照炸凶器毁坏安全设备窃盗未遂罪，判刑5个月，并一科罚金15万。该电箱平时是上锁的，也不可能无故的触电。那被告在触电之后， 还在负伤的情况之下进行驾车离开，而认定他是行窃者。况且现场还没有其他的人。伫南投县溪地乡第21线通向日月潭方向，最近民众发现，伫55公里的所在有将近2公里的车路，暗时路顶全部拢未倒，经过者是暗疏疏。
那边的光线都不明亮，晚上开车那边大家的行驶速度又快。迄伫市区甲大安川路段附近客家无济，暗过一暝了后，也是未少车进出日月潭风景区，因为道路弯曲加上无路灯，车速毋敢行过紧。乡公所表示，被破坏电线差不多600公尺，9月底开始请厂商分段来修好。譬如讲，包括电线拢捡走去。这次公所又用家己的这个自备款将近51万外的这个工程款来拜托到咱的厂商，甲咱维修维护路顶修理工程按算10月底前能完成。乡公所未来除了加强巡检，也将新修的管线拆线险的缩水，杜绝互人偷去卖。警方目前已经调监视器，搁清查伫安进口甲资源回收厂，专着追查这个贼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高雄美浓的大劫果然是小连续出现这农地互人偷挖的事件。市长陈其迈是提出要修正土地管理的自治条例，增加 GPS 的这个处罚，也要来设公办公营的土资场。也毋过有议员是认为讲，这公办的土资场呢，千万毋通为着赶紧就凊彩做。新三大奇景哪三大？大树光电鬼剃头。因为高雄小连续发生几落件农地偷过、偷盗废土的代志，有议员提出来批评市长陈其迈，讲这是市府失职，无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而且无一个完善的土方再利用机制，才互咱的土地成做一款模样。议员表示，高雄拢总有12间合法的土资场，不过有材料处理废土的干那2间，无论是规模也是处理量，拢无够应付需求。高雄市目前的填埋空间剩余39万立方公尺，所以就等于说到2029年核准下来的量，我们只有1/5能够处理。因为有当时不为耕种的土地伊嘛需要一寡迄个较好的土地下室土毋是拢歹呢。议员质疑工地挖起来建筑废土无所在通去通可处理，落尾就演变做乱盗偷盗的现象。陈其迈表示，中期尾的解决方案就是再去屯海造地，不过这部分尚无爱搁等2年。目前已经协调台糖设3大公办公营的土资场来应急，同时嘛爱甲土方管理自治条例重新修订较严，标准定较清楚咧。对源头的管理监督开始做起，才会当避免违法情形。这地会当囥，地袂当囥。过去咱高雄市这个定无清楚，全台湾定清楚的管区无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法里面把它讲清楚。除了土地处理的细则规定以外，陈其迈强调，修法了后会增加 GPS 的处罚规定，所有车拢爱到 GPS 对源头到掩埋场拢会当即时追踪，只要有违规载棍，就会当即时发现处理。记者柯嘉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这全球暖化甲气候变迁是带来真侪天灾，亲像伫印度生产红茶这个产地大根岭，就是因为落大雨、崩山搁做大水，上无有24个人死亡。另外，伫西藏境内的圣宝峰是落大雪，造成1个人死亡，上千人掉伫内底。大水一直冲其中一个桥墩，予大水冲倒，造成连环道路断去。印度东部山区有名红茶产地大景岭大水河造成灾害，也有山崩，瓦山壁面体也因为土石流为山坎顶悬冲落来，直接灌入去徛起内底，造成后壁全毁，面体受损严重。印度军方甲救援人员马上去搜救，找找可能被困伫土石下开失踪者。啊，毋过这场雨为9月一直落到初7，佫增加救灾难度。इसमें हमारा पूरा गांव ये ऊपर का लैंडस्लाइड होके पूरा हमारा 20-21 गांव पूरा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इस घर में 7 डेड बॉडी मिला। इस घर में पूरा गेस्ट आदमी आया था, वो सभी गेस्ट आदमी को ये लैंडस्लाइड लेके गया था। 另外，中国12黄金周是爬山进入圣母峰的大季，啊，毋过旱气的暴风雪为初7暗时就开始落，造成将近1000人受困伫西藏境内圣母峰东边，海拔差不多4900公尺悬的各处营地。西藏消防人员已经成功引导350人撤离到当地小镇，甲其他200人联络到，就开始撤离。
These are probably not climbers that are attempting Everest. There'll be trekkers and people like that. People could die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up there, AMS. So it is a really serious situation if people get trapped at that altitude. Local yak herders, Tibetans have gone up with the yaks and the ponies to try and help. I mean, it'd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vehicles up there. There are no snow ploughs. They'll have to wait till the snow melts. So it's all hands to the deck, so to speak, locals helping out. 领队他们对这个困难估计也是不够，包括一些 Plan B 啊，后备一些计划。确实，正常10月份对于我们南方来说，就是还是30度左右的。那下雪，包括本地人10年的话都没有这么大。原本10月就是被新闻风向好时间，海拔爬山专家讲，伫青藏高原即卖有手机信号，伫爬山进前应先了解天气预报。不过因为气候变迁加重各种无法度预测的天气变化，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中国昨昏是伫咱台海内展开联合战备警巡，即马外界是关注讲，即中国敢会亲像是旧年同款，伫咱双十节过了呢，就对台来发动军演。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拢有咧监控。也那这美国印太安全助理部长提名人约翰卢，伊是表态支持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就爱到 GDP 的10%。也那郭立雄是表示讲，会先以5%来当作目标。特别双十节，中共去年伫咱双十节了后对台发动军演，今年搁伫个进前加大绕台日头。国防部提前将强军伫台海进行联合战备警巡，设备发布查到强机16只，强舰7只继续绕台。而中共顶一摆对台军演是今年4月，海峡雷霆2025A。即马过半年，中共是毋是搁对台湾出手？国军已经提高警觉。我们会严密的这个来监控相关的预警征候，来做一个详细的判断。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国军后续部队设立，并年年度国防预算加进行特别预算，下买武器装备。因为关心台美军售演前，郭立雄证实，包含 F-16V 在内3段军购有延期交会。AGM-154C。F-16呢，预计还是我们期望在明年年底以前能够交易。好了，那另外还有个 Mark 48的鱼雷，这个大概就几个，那其他的部分大概都在这个准时交易或者提前交易。另外，总统赖清德宣示，国防预算目标2030年要占 GDP 5%。不过，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助理部长提名人约翰卢表示，台湾面临生存威胁，国军需要进行重大动员改革，也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台湾国防预算应该提升到占 GDP 10%。That Taiwan should spend upwards to 10% of its GDP on defense. I strongly support that. 核心的国防的支出我们明年应该会超过3%，当然我们会逐步增加，那来实现最后我们总统所承诺的5%。郭立雄强调，国防改革在进行当中，包含去中心化机关进步式指挥、实战化训练、后备制度改革，国军会继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两栖侦察营，就是人所讲的海龙兵。本地是驻守伫金门，也毋过顶个月呢已经刷去到澎湖的营区。也那美军的特战部队呢，也会去澎湖来协训，这是引起社会的关注。海龙水鬼仔兵穿好势，只要顺速落水演练渗透任务，这是国军精强的部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两栖侦察营本来驻守金门，伫台海上前线抵御强军威胁。不过，国军战略部署有重大调整。海龙水鬼仔兵的主力9月已经为金门移防澎湖，连美军特战部队嘛无去金门，改伫澎湖协训国军。海龙蛙兵移防这个。澎湖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依照我们防卫作战任务的需求，所必须进行要的一个部队的调整。那至于排名有关双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我想都会依照相关的一个正常流程来进行。共军如果要侵略台湾，澎湖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在这一个区域的反登陆作战是非常重要。目前陆军两栖营驻守澎湖、新湾营区一家台中港，也是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侦察大队，分别驻守北部的台北港、德维渔港，以及南部的安平港、左营军港，共同协防强军为台湾北中南上可能登陆的地点。
国军强化反定力作战，反制中国军事扩张。国防部初次发布查到中国歼16、歼轰7、空警500等各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拢总23台出海，其中17台超过中线甲伊延伸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强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严密应对。记者采访报道。今日早起，这总统府是来宣布，由总统府资政林信基代表咱参加2025年 APEC 的经济领袖会议。这2025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呢，是10月3日到11月7日伫韩国来举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是表示讲，经过考虑，总统决定搬请到总统府的资政林信基代表咱国去参加。这林信基呢，捌伫2005年，也个2024年去参加 APEC 的经济领袖会议，对 APEC 这运作也个有相关的议题是真了解，也就是讲，伊是一个真理想的人选。另外来关心的是，这中选会包括着主委李进勇在内呢，有6个委员，这任期是到11月初3。行政院伫8月就应该爱提名新的人选，也毋过到打煞拢无一个影。这主委李进勇表示讲真烦恼，伊嘛强调希望讲会当顺利来交接，也无明年就要来选举，这款状况恐惊会真做是国家危机。眼前特别到2026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立法院新会期，伫内政委员会邀请中选会进行报告，也包括主委李进勇在内。那名中选会委员任期直到今年11月初3，照理讲，行政院伊规定爱伫8月完成提名，到当还未看到名单，那样立委烦恼会安尼影响选务。主委，你不会担心吗？现在10名已经有6名已经快要到期了。我们是很担心，因为这个选务不能够中断，一些这个应办事项的期程的规划，都必须要在明年的年初就必须做预为规划了。李进勇也呼吁，希望有可能的竞选爱勇敢承担。因为2026还未到，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等人顶伫发授函，要推动总统选举绝对多数的2轮决选制，以解决少数总统的执政困境，更加希望2028总统大选会当实施。宪法增修条文第2条第1项有明文的规定，我们是采取的1轮相对多数制。宪法只有讲是最多数的人为当选，对吧？那当超过50%的门槛，对不对？他也是最多数吧？相对多数，他也是最多数，他们都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他其实是没有抵触的问题。好，没关系，这是法律见解。你把它定为门槛，就会有抵触。伫民众党利益党团方面，这个会议是建议推动公投法的修法，要将公投法大选。因为李进勇也表示，为了避免搁发生2018年的选务乱象，偏向维持选举公投脱钩的制度。因为立委袂搁点一期，将投票率降低，才是伤害民主。投不投票，这是公民的自由啊。那一个公投案能不能够吸引选民愿意站出来表示他的意见？你要看选民对于这个公投的议题，他是否感到必要。把人民都是傻的，什么混乱，怎么样去排序，怎么解决问题？你把所有都是说丢给说人民。双方异地政治，连南洋立委柯富金也发下中选会尊重民意。不过李进勇强调，以全国选务人员的立场，实在无愿意搁受一般选务灾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这地当时学袂停来关心的是花莲，今仔日早起7点52分是发生规模5的地震，深度6.1公里，是属于正浅层的地震，而且伫头拄11点半左右，这外花莲外海呢，阁发生另外一阵规模5的地震，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这2起地震，相距的距离大概超过70公里哦，因此我们认定它是2起单独的事件。那另外就是说，这2起地震后续的余震方面呢，我们一般会说，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我们会抓大概3天4到4.5左右的规模。好，今仔日早起7点52分的时阵呢，花莲吉安乡是发生规模5的地震，县政府就随来发布马太安溪崩山湖保全户的疏散简讯，也毋过无偌久，这警报就随解除啊。落尾花莲县这消防局呢是回实的，因讲是甲这发布的标准母毋对去，毋才会来发警报。好好的警铃声一直响，抑阁一直放送。
发现囡仔拢离开教室，学校被紧急疏散，因为发生地震。镜头摇摇摆摆，初八早起7点52，花莲吉安乡发生规模5.0的地震，花莲县政府发紧急警报，强调受地震影响，马太安溪顶楼的崩山湖有霸体破坏疑虑，要求公户护林万营的保全户随疏散避难。看到那简讯还是会有点害怕，是不是那边又坍方还是怎么样子，会有冲刷下来？如果水再下来的话，可能又来一次了。特地通知引起惊吓，严过发布偌久了，伊个紧急更新信息，解除警报。花莲县消防局会室内，共依照境外避难机制，就地公户护林万营，监测地震达到震度5、6以上，才发警报，是误会标准，误发警报。同仁误解为花莲县发生5弱地震就要发 CBS 及海啸警报。确实可能在交班提醒上的时候，没有精准不够精准，我们一定会检讨改进，造成大家困扰。非常抱歉。虽然是误发警报，不过就惊讲国发生严重的灾情，地方已经提高相关撤离计划。中央回应讲，要搁做细部修改，包括整下原民部落意见，加外地游客也来列撤离的范围。在正式公布之前，老状况先照原计划随着避难。每一家户都达到垂直撤离，先做垂直撤离。好，那其他有独居的老人或者平房式的这些老人，请军方、还有志工、还有消防人员请他们把它搬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在灾区补助这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会当扩大？包括当地民众因为灾情生活受影响，也个亲像经销甲相关单位，在大水发生之前就已经到灾区要车顺的情形。贵连城认为有解套的方法。不过爱交予行政院在慰问服务站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花莲发生地震呢，外界是真烦恼，讲这马太安溪崩山湖敢会出代志。林保署是以无人机去到现场勘查，确认无大型的崩塌，而且这水流也拢真无这个异常。也若水利署水位监测目前嘛无明显的变化，所以整体评估是无问题的。摇来喊去，总甲连影像都看袂分明。马达安溪崩山湖的镜头，初八早起7点52分20秒，记录着规模5.0的地震，山摇地颤至少30秒，土粉硬硬白。林保署花莲分署8点派人用无人机观测，8点15完成。那空拍的结果湖体本身没有变化，那溢流口稳定溢流，那下游两侧的那个土基层有一些崩落在那个溪床上，但是那个是没有问题，就是会正常的让那个流水带出去。无侦测到新的崩塌，水嘛真正常。另外，水利署水尾水位站目前嘛无明显的变化。林保署整体评估崩山湖的状况无问题。中央前线协调所7点开记者会，总协调官桂连成一开始就请大家放心。湖面跟溢流的口都没有什么异状，都是正常的。那第二张图呢，就是有关于两侧的山壁也没有崩塌的现象。林保署讲，目前每一天监测崩山湖3届，早起6点钟到12点用无人机，下晡3点由上驻的队伍执行。早起这摆地震算是临时任务，因目前坝体甲土礁也无稳定。若是地震5、6也是落大雨的时阵，搁爱监测，敢会形成新的崩山？目前也无这种状况，各算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个花莲公户灾区的重建，这县内的建筑师工会呢是加入协助，去检查有可能严重受损的89户，因会把这厝体结构当作是判断的方向。民众若准有相关的疑虑，会当去到服务中心来申请协助。入去厝内先检查牛条含接的死所在，刷去天棚是毋是出现破损，也是重点。花莲公户重建第16天，部分的厝面临泡水惨状，国土处召集花莲县建筑师工会展开巡检。按照现在状况，这边没有任何的裂缝，就只是一般年纪使用的痕迹而已。所以基本上，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基本上都 OK。工会先带19位建筑师分8组，针对进行认定可能较严重损毁的89户，要第一天就巡检完，范围包含人行道、辅助街顶。我们会先依照那个中央之前所拟定的那个
那个检核表，针对梁、柱、墙、地板，等等有关于结构性质比较重要的构件来进行检视。当有裂缝有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稍微做记录。目前受损建筑可能出现三大情形，若是一般装修材损坏，会判定结构无受损；若是条壁破损，会看情形是不是补强。上严重是损伤结构，可能会建议拆掉。那是一定会的。如果到2楼去的话，可能是更危险。这一排都是平房，比较危楼啦，就因为那天水来真的淹很高。另外，民众若对家己的厝建筑安全有疑虑，赶快引起一站式服务中心申请建筑师鉴定。我们会请安全技师先优先去到原民部落的这个房屋去做安全鉴定，其他民众的因为离市区比较近，就到第3方那边去都登记申请。公河地区复原之路依然是真慢，专业技术的加入也希望能让民众多较安心，生活豆豆正常。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是邀请到劳动部、卫福部，也有环境部，针对这灾后重建来专案报告。环境部表示讲，目前这烂土甲粪扫呢已经18万外吨，也若针对这乌土机的技工不行过往的代志，卫福部是表示讲，未来会请技工先登记，要甲因保险。挖土机行的这个林老板事情发生了，也过世，政府针对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花莲光复乡传出土机技工不幸过往的问题，对此卫福部回应，为着要投入救灾技工有较完善的保护，未来拢会统计人数，替技工投保。针对不幸过往的土机头家，政府嘛提供慰问金。依照这个给予这个死亡慰问金20万啊，因为那个基金它有它的使用规定，它一定是天然灾害致死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去符合善款的运用。拜三，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邀请卫福部、劳动部和环境部，针对灾后复原重建的问题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也指出，目前已经募到超过10亿的捐款，拍算先用伫死亡、重伤的慰问金，接落来会用伫家园的重建。一户有35万。从你这边拿哦？就是10万是从那个内政部的那个特别预算啊，25万从这个基金赈灾基金上。另外，环境部表示，目前灾区已经清出来超过8.9万吨的烂土加上粪扫，立委是关心清出来土沙未来拍算安怎处理。混在一起，一定要有机器来再筛分的。那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这个，当然这个灾后可能要到10月底才会完全的告一段落。我们现在是争取立法院的预算，希望在追加预算的时候，明年开始来执行。针对灾区居民的失业问题，劳动部也指出，会提供失业者临时的工作机会，协助清理灾园，每点钟工资190块，每个月上悬28590块。除了会当开放家园，也会当提供灾区居民工作机会。记者陈选林玉凯台北报道。这高丽菜种上侪，即马已经连4届拢是红色警戒的灯号啊。9月尾呢，这高丽菜园是比这3档的降期搁较加9趴，所以农粮署呼吁农民都爱关注这种族的平台的资讯，这高丽菜分配种才袂卖无价。种几个月的高丽菜，却因为天气烧热等因素，造成一部分大连去。根据农粮署大众菜市姜苗预警系统显示，今年8月下旬以来，高丽菜连续4旬是红灯警戒，代表栽种一中数量偏多。做菜人就是爱靠这个节气，爱看节气来种，你乱种无效啦。啊，毋是讲即摆讲大家抢要种，毋是安尼。就是热山已经把尾啊，热山已经采收了啊，热山已经无高丽菜啊。所以讲，咱家种的接的多好。也有碰到朋友还是认识的人，尽量教他们不要种太多啊。第一点，影响到那个量的价格。农粮署讲，7月下旬大水后了，气候稳定，8月2期稻啊收成了，农民改种高丽菜出苗量是380万丛，到9月下旬出苗量变587万丛，平最近3年同期平均加9%。原因搁爱分析发布红色警戒灯，呼吁做事人种菜爱准则。540到600万株哈，我们会做一个警戒值的红灯讯号。那这个有发布讯号的时候，我们就会呼吁农民哈，减少种植跟采分批种植的方式，来把它的种植量给分散掉。对啊，就肥农药啥物
迄一份地拢带，这车要2万。农粮署讲，出票量到600万张以上，就会发布叫息的定额，代表高利贷严重超前。目前新头家有经平台提供红灯警戒，协助农民掌握上新财政的状况，避免造成产期定塌。嘛，呼吁农民来调整产期，也是检证分散风险，才会当确保合理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流感即摆已经开始咧流行啊，为着鼓励民众咧赶紧去注射，台湾家庭医学会是呼吁民众2支手棍的一边来注一筒，倒手注流感疫苗，也来正手是来注新冠疫苗。根据疾管署的公布，今年的流感提早流行，已经有连续9个礼拜看医生的人数拢咧增加。顶礼拜因为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超过15万人次，动静增加57例。死亡增加16例，除了流感，新冠病毒嘛是同款真流行。为着预防流感和新冠病毒脱烧，卫福部甲医生拢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射，尤其是高风险族群甲老大人。根据相关的研究也显示，今年采购的一个疫苗株，不管是流感的一个疫苗株，或是新冠的疫苗株呢，对于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病毒株，或是新冠的一个病毒株呢，都能够产生非常有效的一个保护力。除了流感疫苗，也有新冠疫苗。为着鼓励时代量早去注射，台湾家庭医学会呼吁民众2支手骨一边注一丛。有医学教师表示，即摆疫苗造成副作用的几率增加，会当同齐注，唔免伤过烦恼，也唔通因为轻症就大意。流感跟新冠的轻症虽然看起来没有问题，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十分的掌握住，所以呢，现在非常多的长新冠或者是流感长期之后造成身体的一个破坏，其实从我们的健保资料库里头，还有国人长期的追踪里头，都可以发现它可能会增加各式各样的死亡率或者是并发症。公费的疫苗10月初1开始注。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这1礼拜的时间，目前流感注射的人数已经超过106万人，新冠病毒注射的人数也有29万人，2个的注射人数拢创下历史新高。虽然民众的防疫意识有在提悬，不过疾管署也呼吁65岁以上的时代、高风险族群拢爱去注，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前几日啊，这台中的警察呢是去查到一台违规的车辆，结果呢驾驶停落了后，竟然窗仔门甲关麻麻，而且目睭刻刻无要插这个警察。警方烦恼伊昏去，所以准备要来撬窗仔的时阵，伊才雄雄醒过来，家己落车。一名男子驾车违规遂遇拦查，男子竟在路边停车后熄火，反锁车门装睡。任员警拍打车窗，大声呼喊都不理。因担心男子安危，警消准备破窗救人。就在破窗前一刻，他突然清醒，自行下车，浓浓酒味立即露现。经施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规定，对其处于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车辆移至保管，驾照吊扣1年至2年。好，咱看到这警察呢是一直在拍这车窗，叫驾驶开门。也毋过这个驾驶呢，煞目睭刻刻无要插面，而且呢，哪像死死昏昏去。结果等到人要来撬窗仔的时阵呢，伊才雄雄踢开目睭，家己落车。警方甲伊揪测，这数字呢是有0.24，所以落尾依法来甲伊裁处。另外，同款是伫台中哦，这是一个查甫人昨暝伫路林拍影片，请朋友塞车，伊家己呢是徛伫烟冷挂顶悬来跳舞。目前这警方已经主动来追查，甲因2个人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甲伊开罚。一个县长的查甫人徛伫咧轿车烟冷挂顶头跳舞，而且这台车又搁一直向前驶，随时车底人拢甲头存在嘻嘻哈哈，有人甲伊翕起来放在网络顶。车祸完嘛？就像遇到事情也一样嘛，就是遇到事情就是不要心情不好还是怎样啊，就是要看开一点。一个县长的查甫人出来讲，
随即案以赛车甲头前的车发生车祸，笔录做煞了，归去就甲朋友伫太平区的中山路做联合电影院，想要冲人去。警方主动侦办，对赛车姓陈的查甫人，甲徛伫咧引领挂跳舞的姓张的查甫人，依照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分别罚1,800加500块。分别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1项7款，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下罚款。及同法第81条，在车辆行驶中攀登、跳车或攀附随行者，处新台币500元罚款。警方讲，若是发生伫咧市区人车较多的所在，抑个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传播学者讲，即马电影院正流行，少年人正喜欢挑战趣味的代志，翕一撮影片来电，吸引大家的注意。我发起挑战呢，就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种表现欲、自我展演，然后因为它的门槛很低，就你用手机拍就好了，不太需要说还需要什么样子的文词的表达。学者讲，电影院伫社群媒体放送，和少年人的沟通变做片段，而且重险重严。建议使用3C 产品要适当适量，也要用教育加适当的约束来减少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经过调查，目前咱国内呢受42.3%的15至18岁青少年，逐工拢会来使用 TikTok。除了有这各自外射的问题以外呢，嘛有医师真烦恼讲，有可能会来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所以，伫位甲学者是希望讲，政府就要来管制 TikTok。手机顶悬 TikTok 的电影音，什么内容拢有，也有真侪少年人喜欢看。根据2025年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调查，国内15到18岁青少年，有42.3%逐工拢会看 TikTok。有精神科医师指出，网络和社群平台一直拢有网络霸凌、性私密的影像散布的危机，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呼吁政府应该修法，限制社群平台推播的内容。在25岁以下的这个世代啊，大家都是受这个网络或者是社群平台还有演算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像我们近几年发现说，像这个有私密影像的这个外流哈，其实跟自我伤害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社群平台演算法推播的可能会有自杀、自伤、自虐等危害儿少身心灵的一些内容，我们并没有纳管哈。除了要求我们的网络主管机关要有拟定课责的机制的条文以外，也要让平台业者去落实内容审查的机制。国际调查组织集合立委甲学者，希望政府将 TikTok 纳入法律的管制。针对 TikTok 带来危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指出，目前虽然无法律的机制，但是有针对 TikTok 违法的内容有依度的措施。iWin 呢，持续透过一些立式框架，不论是不是 TikTok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媒体软体，都能够在这个框架以内，然后能够尽速获得处理。NCC 嘛强调，针对网络和儿童身心健康的问题，因会继续推动跨部会合作，未来嘛继续针对内容加强审查，维护青少年的网络安全。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